真正我讲，今日是咱上帝。第二后叫的电视机，叫20几个来听，20几个来听。你讲嘛，山东这边吼，其实山东有出现的，山东有通讯员过百种的，山东有的只是足够过百种的，真正是真的不一样。这个不一样过程，平常自己的吼感受不一样。是吧？吼，这是只有大学理化教授，像他们在今天飞机，今天飞机。咱台湾教授，莫讲教授，像老师哦，你甲讲个头名啊，莫讲教授，你是讲书呢？有大学的教授，你是会员呢？对不对呢？是，他拢总是关的，所以最近才在怎样？尤其今年5号月底，连受持各种冲击、组织攻击，我所有用所谓霸权攻击。千万一困难地算落去个问题，这段这东西物件，人人受气物件，人受气出去这本经典是空间物件，这部经典是空间，这部经典是讲三步成法，这部经典是讲主线，这部经典是什么？所以这方面化教，建立教化教，或者建立教，因为教我化是属于人嘛的，你见看的是实在看到你家己的情形发生，那这情形发生，哪对他会当定位你的情形发生？所凡所以凡所优秀，拢都是啥？拢都是有老的。我用的前几天得到三步计划，这个是多少？可能前面讲，那。这个叫做活的语言，活的语言，咱一定要怎样？咱唔是一个大智慧，咱唔是一个道德经验呀，咱是对一个，咱有经济经验呀。我就讲去到青岛，去到青岛，你讲些马主任，可能你明白马主任你嘛？马主任跟好今天经理怎么样去吗？你讲这。你讲这经典有听无？你讲以前我讲过迄生活环境下以前，你讲经典这个，你身边迄人人听啊足欢喜，但是马主任，咱好今天听着无遐兴趣的，所以你甲看，迄个人，字有清无清，你答不你有听，所以咱好这个，因为叫我叫起来去，我是讲因背着你个。我讲是好得改，我唔讲唔讲讲健康啦吼，